阿彌陀佛，大家好。今日蓮央上師就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第21冊靈魂的超覺嘅精選分享。講到靈鬼，有應公係咪靈鬼？實實在在咁話你知，有應公真係靈鬼嚟嘅。而家台灣嗰邊大把有應公，鄉下地方周圍都見到有應公廟，其實就係啲孤魂野鬼嘅寄生之地。啲人去拜有應公，一半係出於可憐佢哋。講真，如果你求呢啲孤魂野鬼，佢哋真係可以幫到你啲小忙，因為佢哋都有啲小神通。不過有啲靈鬼做嘢唔理天理，亂咁嚟噶。所以賭仔求贏錢，妓院求生意好，佢哋都會幫手。靈鬼其實就係一股氣，但係俗地嘅同神靈嗰啲清氣白氣冇得比。靈鬼應該屬於阿修羅道，不過唔一定全部都係精靈，有啲修行嘅，有啲冇修行嘅，各有各嘅生存方式。但點都走唔出五行三界嘅輪迴束縛。我個人就唔建議大家拜有應公，因為呢啲嘢貪得無厭噶。你拜佢，佢真係會應你，但如果你耐唔拜，佢哋就會搞震，搞到你唔拜唔得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以上內容全部摘錄自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嘅精選篇，同時亦希望大家可以網上留言。下集再見，阿彌陀佛。